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利用今天跟各位大家结一个法缘，这个公案就叫幸福的感觉，似乎看得很感动。感动的原因就是他知足常乐。祖师大德或者是有学问的人呢，都一再的提醒我们知足常乐。有一个小孩，他13岁的时候呢，不幸双目失明了。他的父亲就送他到一所盲校去就学，没想到校内的所有盲童们呢，知道他的经历之后，都很羡慕他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毕竟有13年的时间，曾经亲眼看过这个丰富而多彩多姿的世界。他知道花朵如何美丽嘛，太阳是如何明亮，白云是如何飘逸，天空是如何的蔚蓝。他更知道爸爸妈妈的笑脸。很多盲童都说，假使也能让他们知道这其中的一件，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对那些盲童学生们来说，他曾经拥有的经验简直是一座幸福的宝库啊！正因为如此，他懂得满足，更懂得珍惜。在盲校里面呢，他的学习成绩总是最优秀的，所学的才艺也是最多的。同时，他常告诉身边的同学，我们都是幸福的哦。虽然我们没有双眼呢，但是我们有耳朵可以听啊，有双手可以抚摸啊，有嘴巴可以讲话，甚至也可以唱歌啊。我们还有双脚可以跑，可以跳啊，哇，很知足啊。这个13岁的眼盲小孩，他非常的知足，因为大家都受他那一份幸福感的鼓舞啊，都很知足，也就生活得很快乐。因此，整个盲校没有一丝苦难跟悲观的情绪，大家都洋溢出幸福的陶醉啊。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家中曾经失窃，损失非常的惨重，朋友写信就安慰他，罗斯福就回信说：“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安慰，我现在一切都好，也依然很幸福，感谢上帝啦！因为第一，这个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，他没有伤害我的生命；第二，这个贼呢，只偷去我部分的东西，而不是全部啊；第三，最值得庆幸的是，做贼的是他呀，而不是我啊！各位，你听了就很感动，很知足，不会埋怨。所以，当我们遇到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，你是先反省自己，还是先抱怨他人呢？一般来说，能够自我检讨的人，他会在挫折跟失败当中得到教训，并从中得到难得的经验跟智慧。相反的，把挫折跟失败的原因都归罪在他人，习惯用抱怨假装成自己是受害者，这一种不理性的态度，只会让自己在痛苦中越陷越深，永远不得翻身啊！所以，我们不应该用抱怨、指责跟不满的负面话语来满足自己的需求，往往不会有什么效果。假使若能以正面的话语包容、鼓励，才比较可能解决问题。佛一再告诉我们，外在的一切本来都是假象啊，所有的逆境都是一种考验啊，所以你应该借逆境出现的时候突破，能够勇气去接受，然后慢慢的去处理你心中没有不平衡、埋怨跟愤怒的情绪，那你修行就有进步了。如果我们人碰到困难的时候，自己没办法改变，情绪一直很低落、很痛苦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多念佛。佛告诉我们众生，佛号能消81劫的生死大罪。你念佛，光明就普照你身上，业障可以消，智慧也慢慢展开。所以，我们面对种种事情变化多端，不是你想象那么完美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随时回观反照，不要去责怪别人，赶紧回过头来，好好认真的念佛，自然能够迎刃而解，洪凶化吉。这就是我们应该要随时谨记在心的。我们利用这个公案来告诉大家，互相来共勉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